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伺候。是的几段头壳黑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骹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台魂。抬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刚到世态，伊势起笑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卖，千百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座放飞，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拢找无落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美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伺候。是的几段头壳黑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骹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
水啦 ，test， 大家平安大赚钱哦，中昼安中昼好哦，有听到无？水啦，然后呢，把我们的 BGM 有听挖出来到无？我先来看卖大家的回响，来看卖，哦，应该是有听到啦，吼。应该是有听到，嘿我有看到有人讲建婚讲，等下变掉头过心掉过，对，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是啦，有啦，今仔日中昼大家今晚都在买饭，现在大家都在买饭吗？今天大家都在买饭吗？吃便当嘛，吃小便当，鸡腿吧。可是现在人很多就是今天已经来待机的人。多到我有点怀疑，就是你们现在有没有好好吃饭，还是你们11点就已经吃完了？真的吗？我一早在高中的时阵，我一早在高中的时阵，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不是表定吃饭的时间是12点，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第4节课，如果不是数学课，还有国语课，因为起码一早都会有迄个嘛，主科的你要考试的科无？对。那是讲不是迄个特别困难的，然后我们。有一些人就会11点就吃饭哦，11点就吃。好香的呢，好，我一早，一早，你头到你什么事啊？我想要讲我学生的时代离我太过远啊，所以我永远没记得。我想要发那个好的那个音。不，我跟你们说，就是现在做我的特别就是。记得我高中的时阵的代志，是因为我高中比较特别，我高中的时阵较特别，对我的高中是一个虽然它是私立高中，然后它也是在那个就是都市内底，但是一边是迄个火葬场，所以我就是好像有，就是我是怀疑啦，我怀疑是就是阮其他的。对，冲凶伊是唔敢上来，唔敢讲迄个，就是我他可能是因为路线问题，然后我迄个时阵唔是，阮的学校唔是食团膳，阮的学校是伫咧迄个就是一个大楼下骹有一条迄个美食街迄种，啊伊会使当家己去卖，啊伊透早10点的时阵，他们就会开始卖，我会记得敢若有迄个。水饺，然后还有什么奇怪的？有时候你就是吃肉燥面，然后你拍开来，对，那个肉燥面的面体是意大利面，就是他就卖一些，其实也不是很好吃啊。对，就是也没有到很好吃。有呢，我之前嘛是安尼哦，我想起来有意大利面的面体有无？然后染黑肉燥，染辣色，就奇怪。反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卖的是一些很没有营养的东西啊，当然也有自助餐，但自助餐也是炸的东西偏多。或者记得就是它的炸鸡腿很好吃，然后吃到一直在长痘痘这件事情。哦，太油了。不一定就是你可以选时间自己去买，这是第一个啊。你就炸便当，就你若是讲暗时脏的暗时，就妈妈有煮，你也是自己炸便当。然后我们的蒸饭不是同一个地方，我们是每一个每一个报室内底拢有炊饭的迄个，那叫什么啊？蒸饭箱嘛。对。就是因为那时间咱就会当家己控制嘛，就是我们就可以自己控制。所以有些人就是都会11点的时候就会拿东西出来吃，然后我们老师就会很火大这样，对。很像是学生时代会耶，因为我最近蛮喜欢的。因为你吃完，你吃了，你12点开始了，你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大家那个时候其实又蛮喜欢睡觉。对，就是我会记得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很爱睡觉，因为对迄东西压力，对考试压力大。我最近嘛一直在做考试的时候，写不出来迄种梦。压力太大啦，韩吉老师，这就是压力太大。你算专辑了，你的作品成团哦，成团到我哪位？我们下后礼拜加过后礼拜。对，我们是6月20号。我操！我跟大家讲，我们宣布我们有一个大型联动，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型联动是那个
伫咧6月26的时阵，对，你要先跟大家，你先刚胸口不膝盖节，你可以先跟他们讲，对啊，所以我们然后刚好在我星座上架的前一天呢，对，我知道，所以我好可怕，对，所以我刚刚有看到你打25，想说啊，可能是因为就是有点那个有点错乱之类的，不丢，超好笑，你输多，好啦，托你叶子呢，就懂嘛都没嘛死呢。用你氛围，好了，我为各位整理一下。刚胸口的时间呢，哈，就是先来谢谢咱文化部爸爸。就只有这对，现在就只有这18个人知道，我已经大力牵成大家了，我已经大力牵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对，那总之我们就是回过头，先感谢文化部爸爸哈，赞助我们从3月开始一系列的台语节目啦。除了就是吴轩老师来教啊，台语1啊，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月好像都会邀请一位来宾过来跟大家一起聊台语，对不对？对，这个月也有，这个月是就是。做 hip hop 不要注意练才小歌记台之类，没错，所以会提早跟大家讲是谁。是，所以就是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是大概6月18号那天是1对1，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作型来宾，跟我们一起来玩台语。之外呢，我们6月25号是我们的吴昕老师的作品97咯。我说。为什么不是？我不是说的，我们是哪归你那个，就是那个你的作品嘛就重要哦。星座，好，你的作品嘛就重要哦。大家跟大家可以稍微在那个时候，因为25号我们应该也会开直播。25号啊，当然是在讲台语的，对，就是讲台语的东西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如果我们直接把 CC 画面这样弄出来是可以的吗？是可以啦，但是我没有付钱好，没有，应该不是我没有付，应该是 CCC 没有付钱。我是不在意啦，我是想说，反正就宣传一下嘛，可以吗？吴昕老师，也可以啦。我是看你方便就好。不是可以，应该是我问你，应该是我猛力刚没上，应该是我问你可不可以？你的作品呢？你是在搞哦，搞真呢？好啦，但是6月26较重要，26号真的很重要。好啦，拢重要哈，嘛都没嘛死呢。总之就是25号，咱吴昕老师的漫画作品97，那时候我们应该就是真的也会开一个就画面让大家一起阅读我们老师的那个作品，真的是很特别。对。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为了这个作品，好不好？然后还有我的团队跟我的编辑，还有文策院，整个全体系都背负着很大的压力。是。我应该要跟大家说很催真心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透露太多，但是很希望大家看了，如果真的喜欢，真的要在下面帮我留言，你很喜欢。对，你们应该看了之后，你应该看了后，就是你看完了后，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压力山大？那我也会在我的为什么在我的 thread 里面，我可能也会写比较详细啊，但是在卡家我就不方便跟大家讲伤济。对，没事，因为我会觉得我讲的很像，你知道我已经参加什么骇客任务，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你应该真的有他的压力，也就是那种上战场之后，你就说啊，等到这一次回来我们就结婚，然后之后人都不见了，那种感觉。没有啦，我不会不见了。26号我还是26号我还是会回来，好不好？对26号我会回来，因为26号呢，我们有一个超级大型的台语联动，我们邀请到很多很厉害、很可爱也很喜欢台语的 V 朋友一起过来跟我们玩。我跟大家。对，我们先透露一点名单啦，就是有那个啦，西哥，然后还有尤里林，是你今晚开始做那个，你要做feedback 先，对，那我要宣传我们来宾的那个名字，然后你要在旁边 pop 啊，是有，第一个是西哥，西哥刚刚做过，还有再听，第二个就是定在咧 shirt 内底当看到的。开箱初音未来，好，应该讲对，就是那个珍妮果对啦，有珍妮果嘛，是来就是有你一个你的 shirt 同样很活跃，就赶快就我破来一个护士，尤里里，护士今天就赞了呀，我大气哦，赞啦，好给，但是。
他们是中心人，他是新庄人，超好笑。而且对他还新庄说，那个时候我看那个 short， 然后他不是说什么你干嘛要装新人？他说台北新庄人呢、就身为一个新北市人，我直接抓狂，什么叫做台北新庄人？对只把我们丝毫不把我们新北放在眼里。人家都不接，我有看到。不要紧，我也对，不要紧，我也不把新北放在眼里，几乎都已经忘记台湾还有这个事。有最近金价怎样呢？就是完全没有看到大家，我每次都没有在，因为我也工课主要看新闻嘿然后我每天在看新闻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新北相关的报道，哦然后就一直觉得然后到最后发现幽灵说台北新庄人，我并没有感到非常的生气。我懂，所以你才会在 DC 说新庄人。对，他娃公黑的 short 常出现，出于未来就会想得到是谁。愣栽啦，嘿啦。哥同向五行的拉斐西亚很爱 PE 布袋戏啊，可是我们已经就是邀约已经做的话，我们有机会可以那个啦。对，之后啦，就是我们有机会对，大家如果有推荐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然后之后我们如果还有机会再邀请的话，对，还是一样啦，还是一样要跟大家讲啊，就是你们要大声说出来，就是恁的反馈这个代，恁的回馈这个代志，它会变成文化部评估下一次要不要跟我们继续合作的，对，就是业务迄个，它就是有一个很重点的评估啊。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可以再继续跟其他人有其他的合作。而且我们还有2位来宾哦，另外最后2位林茶，对啦，唯一的男性是不是？最好是就是我，他是奇美拉不一定说是男性。哦，对，我唯一的中性，好，可以。应该是林朝的性别是林朝啦，是好，唯一的林朝性，这样好不好？不然他会踹我，对，因为我们之前吃饭的时候，他还会拿那个很痛的木屐踹我。好啊，有另外一个就是嘛是咱的朋友啊，对，大家看到的吴一哥们来喽，是啦，我当天要帮他上马赛克了。为什么？要用变声器吗？对。哦，就是这5位非常优秀，然后也对台语特别热爱。至于他们会不会讲，我是觉得没有关系，只要大家愿意一起玩、一起讲，我们就很期待了。真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应该是讲我们现在的定位，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慢慢做啦。对，咱今嘛导来导走啊，选一个位置，和大家今嘛入门的时阵对台语有一寡兴趣，会当搁做其他的联动的。触笔的物件，然后慢慢把大家带进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没错，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大型联动其实已经在那个3月的时候就已经讲好了，开始广邀，对不对？伊嘛就爱霹雳布袋戏，可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虽然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布袋戏，但是我最近当在做的代志嘛，甲独角，可能我这个我们说派系好白痴哦，就是应该是讲我的类型甲独角较小，就是我会尽量的让。对，随风讲咱下一届的主题是8点档，可是我会尽量在目前，若是讲我家己的作品咧团的时阵，我会尽量把台语跟这些戏剧拉开。有过原因其实是因为，就我以前嘛是就了解布袋戏，因为我就介意，我以前想要做的是布袋戏编剧，就是我想要做布袋戏编剧。对，但是布袋戏因的这个世界观，他们的世界观认同，其实不是刚刚自己在讲台语，就是他们到现在他们还是这么觉得，就是因讲的迄个语言叫做中原语，但是现在你会听起来就相像的，主要是因为台语的发音本来就比较接近以前比较多元的语言，就是伊的发音不是其实啦。应该安尼讲，是台湾的华语跟其他世界上的华语较不同，就是中国的华语他们也有不一样的就是发音方式，我们就会说那是口音嘛，对。但是中国的华语就是咱讲北京话他们也会有就是比较
类似布袋戏的发音的方式。对，所以就是伫这个时阵，我电脑会就喊着加布袋戏加台语流开，拉开原因是因为就是爱尊重别人的迄个嘛，因家己的想法。第二个就是，若是真正有台语的事考去看布袋戏，你就会发现就是布袋戏内底的台语，其实伊的文化甲真正的台语就无像，就是很不像。当然讲。对，无当然，你讲到一开始迄种1999年的迄当时的台，就是我们会说什么中华民国80几年的那个时候，虽然就是一听起来较像台语，这嘛无办法，因为迄当时比较多老的师傅，他们是在现场直接做嘛，迄当时。俊雄老师的语感，就是黄俊雄老师的语感，其实也比较偏向台语这边，但是现在他们也是慢慢有做出区别了。对，伊甲歌仔戏较无共。对，这个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那个。后来我今仔日应该开始跟大家 say hello， 我发现还没有跟他们跟大家 say hello 先，嘿嘿嘿。想做今日雄安尼嘿嘿嘿安尼。无啦，我就发现我头都无讲啊，我就觉得好像蛮那个的。一个豆豆 say hello 吼，有大娃娃，今仔日都是无换新，都是无换新哦，水啦吼。中岛平安大趁钱，三落来咱是交通平道先生，中岛平安大趁钱吼，三落来是咱7天。我今日已经做7天。嘿，水啦！要不要先喝个水？我还好。一直在嘴瓢。OK， 还可以哈，没问题。还可以啦，还可以。过来，高高哲也。嘿，哲也先生，对，平安大趁钱吼。怀特比哥经过包框啊，中岛平安大趁钱。哦，是啦，再来是追生大哥，追生大哥应该嘛，常常伫五一遐看到吼。哎呀，追生大哥，应该是，中岛平安大趁钱。枫叶合并，中岛平安大趁钱。嘿，中岛平安大趁钱吼。有闲，嘿，中岛平安大趁钱。我昨才知影，咱有闲是查某囡仔，歹势，我拢互因当做是查甫囡仔咯。嘿啊，伊家己讲伊是查某。查某囡仔，查某，嘿啊，查某，嘿，查某囡仔，嘿啊，我唔知影诶。我死去的记忆突然想到，我以前好像知道你是查某。哦，真的吗？对，你有讲过哦。死去的记忆绘图转身，我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哦，好，总之死去的记忆就是在那个时候，好，可以当真哈。结婚，中岛平安大趁钱，中岛平安大趁钱咯。阿哥有店先生来啦，然后有甲你介绍过，但是我有想，我同桌已经甲你拍招好过啊，但是还是免开送你一个。嘿啦，店先生嘿老熟了啊，手上有朱蒂卡的那个不应该是说，你知影是安怎？迄当初那个预测的时候，他就是画了一只猪，头上有朱蒂卡的内裤。他就第一名了。什么啊？你知道店先生是当初咱的那个新一装预测的第一名吗？是安怎？是第一名，伊就是内裤。对啊，因为一张图。有画内裤，伊画内裤就加迄个李岩的炸虾没加酱汁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设定上就是无穿内裤的低卡。他画了一个内裤，不就代表他其实已经超出游戏规则吗？已经违反规则啊！不过迄当阵我就是伫咧甲 L 爸爸咧套，我想要太好奇怪哦，所以唔知影。你好奇怪，你就奇怪，你应该爱先甲我反对讲，嘿，无啊，我有穿内裤，你哪会讲我无穿？你居然接受了这个设定吗？没办法，因为已经成定局了，是安怎的？因为的真正无内裤，可以去看我们那个新一装预测那一天的那个回放哦，谢谢大家。大概大家去看嘛，今晚已经无内裤，已经成定局啊，有穿内裤。结果是有穿内裤的设定得到第一名，你们现在也是蛮特殊的。可是就是被，反正就是内裤被拿走了啊，就是安尼啦，提照啊啦。好多台湾话讲食鱼酥啊，什么是鱼酥鸡丝面？你到底对啊？现在有
听起来较好食的物件。鱼酥鸡丝面那南部无呢？对啊，没有，我好多想我爸爸嘛无，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是不是？他话是北部人，北部的人哎，对啊，对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有趣的东西？鱼酥鸡丝面，是讲你今嘛伫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就结婚讲阮今嘛等咧食哦，等咧食，吼好哦，平安大趁钱，对。平安大趁钱哦他爸爸讲要像上次一起看漫画一样的形式我唔知在蒙迪卡，因为喜安在讲啊，我就觉得那不是我也没有付他钱，虽然我们现在有合作这个专案，但是我觉得一码归一码，所以嘛是爱看也婚配啊那他要看我们就一起来看。我还蛮随性的我就好朋友出漫画是吗？好，我们来翻一下，就这样子啊，就很简单啊。可以啊，但他其实就我的就因为跟迄个主题有关系，我们其实是手机调慢，所以那是讲大家想要真正看完这个作品，可以先下载 CCC 追漫台的 App， 然后你们6月25号应该就会收到通知，对，你应该收到通知是有那个星座上下，好哦。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开讲啦，因为我昨跟另外一个纬度的朋友在看CCC 最近的星座，我们是唯一一个星座没有用 AI 辅助的。这样，就是他们现在很棒对啊，是，但我觉得蛮唏嘘的啦，因为调慢真正大家今嘛的习惯就是希望调慢做的周更啊，对啊，我们是双周更，可是就真的速度上，如果你周更真的没有 AI 协助的话，可能死在那边。对啊，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讲，我觉得我的想法是 AI 其实 AI 就跟他教教同款啦，就是你若是会晓画图的人去用，我自己是感觉讲，这就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可是如果是完全没有就是美感跟设计概念的人去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就把模型算坏。因为大概看不出差别嘛，所以我还可以接受，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可能跟其他人差不多感况，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接受。我就是昨才发现，因为大概我在翻最近的迄个作品，我发现有角头啊，就是焦头，但是我刚刚就可惜，我觉得蛮可惜的是，因为他们是 AI 算出来，那 AI 算出来。可以抓到最大数据的调慢作品都是韩国的作品，但是角头这个角头其实是较台湾的，因为就是一个台湾的作品嘛，它是台湾的作品，可是你会发现里面完全没有台湾的，因为它放出来的东西，它的大数据其实就是韩国的那些资料库，然后每一个主角长得都像韩国人，就也请查都是韩国人。韩国黑道，这个对我懂，对，这嘛是进京魏忠诚老师他坚持自己手绘任何的场景，对，因为他要的是对台湾的东西，还有天之火老师啊，对呀，真正搞，对啊，所以这些东西要保持它，对，其实也不是我们。咱这种一直在为台湾主题的创作者不想要用 AI， 我觉得很多原因是因为一使用 AI， 你的台湾的东西标记的太少了，对啊，所以讲你会当抓到的东西主流文化，就是不是日本遐的，对，我懂，你奈对啊，不就是韩国呀，所以你只能自己去收集资料啊，对哦，也是快不起来的，你们知道吗？它其实是快不起来的，对，这个行情嘛已经等就久啊，行情嘛哈，中岛平安岛探钱，他都要跟我大姐老公嘛等就久啊，大姐老公，平安岛探钱啦，吼。他在说劳工这件事情，他只是想要让你就是对谐音叫他劳工，没错，所以就叫劳工就对了。这个大高雄工业国的劳工辛苦你了哈！笑死，为了一句劳工甘愿为奴，这个人超级那边骂倒台。大姐很喜欢骂倒，她赚到了。真的，他不是喜欢我的骂倒啊，笑死。我不知道，就可能骂倒都喜欢吧。那你就去工作啊，你就把老板对你的辱骂当骂倒台啊。有啦，老板在下多好班啊！那上夜班差不多应该被休困啊。
好奇怪哦，就是你就把那个谈公事当做谈恋爱在谈啊，你这样就会觉得老板对你很好。我觉得大姐有可能做到对啊，你不是心想你去谈恋爱，人家都说你恋爱脑啊，你谈工作，人家都说你事业心很强，搞不好你到时候有恋爱可以谈，你还觉得那个女人在妨碍你，对不对？啊，我帮你想好，想得好深哦。好啦，算了来，林无忧有拍过酒喝了吼，林无忧刚有 ，Hello， 林无忧敢若无，无吼，嘿，平安大趁钱，是我的抽干平安，安吉的抽干平安，算来猜猜吼，加无你的水某，加只有你的翁吼，来加找翁就对啊吼，猜。不要吵啦，什么叫做忘记我爱吃香菜，才没有这件事情。哪里啊？我不要先来回。哪里？我怎么没看到？不要讲。不是一点，你无用后边讲，好，不要吵啊，吵死了。没关系，你略过他就好。OK。好啦，嗨先生，水母先生，猪猪，哇，今天多太急，我爱葡萄瓜，谢谢你，谢谢。啊，个大人烧神教，中岛平安大趁钱，不要大趁钱，上来。六真久无看啊，真久无看，安嘛是有伊遐。就是我定下伫观众看到，好哦，中岛边仔大趁钱吼，大趁钱，稍来个有啥？鬼子游魂吗？鬼子游魂，中岛边仔大趁钱，稍来是左吼，中岛边仔大趁钱吼，左嘛，我会抽筋，好不好？你会抽筋吼，好哦，好，应该拢拍过招呼啊，吼，大家，我啉食水咧。大姐老公说，我只谈有逻，我跟他。有逻辑的恋爱，老板逻辑正确，那真正的是逻辑。真的耶！没有啊，老板的逻辑是跟你的逻辑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有家庭的话，老板都最有逻辑。哇，每个老公的心声啊，对啊，就是你要怎么跟他没有问题啊？的确哦。我爱循环就下来。我数到3，你就会忘记你很爱吃香菜。1、2、3。哦，你这个陷阱我是不会跳的，我是不会跳下去的。反正我想老师他不可能忘得了啊。我们现在直播间就一堆香菜在飘哦。不是啊，我如果现在说屁啊，我才不爱吃香菜，他就会说看吧，你果然忘记了。然后如果说我很爱吃香菜，他说看来你没忘记。啊，他不是左右都是他赢，我才不会回应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逻辑很强的人真的是对反应很快，像我可能会反应不过来哦，所以嘞什么？他要挖坑给我跳，我还在转我是看到。我不是逻辑最后，我是看到香菜，我的警惕心就会变重，好不好？大家雷达，好啦，欧雷先生，跟我新的朋友欧雷 ，Hello， 欧雷先生，是念欧雷啊，原来你是欧雷，我故意的啦，哎呀，我故意就叫欧雷先生，我还以为他真的是欧雷，因为欧雷啊，我讲啊，欧雷上就是那种感觉，好啦，他不是故意这样取的哦。他不是这样故意这样取的吗？我唔知影咧的 Oden Studio， 我去当准备下他，哎呀 Oden， 我现在才知道就很可爱啊，对啊，好啦，感谢大家今天也来陪猪猪学台语哦，有啊，今日先上尾一个主题，就是他其实应该是讲技术方面的物件，伊就是上尾一个，你有欢喜不？我真的觉得你蛮强的啊！我很强。你认真。礼拜应该是冰礼拜，对，冰礼拜的时阵我们不是学，咱是学入声。啊，我甲你讲入声其实无就济嘛，你先替我还到第2页，就是入声。嘿，吴昕老师，你哪熊胖？伫咧文报这啊，我吗？好。我吗？好有啊，我无去啊，无啦，今晚有啊，我想讲啊，我怎样啊？我知道啊，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外网络当时有当我等，它有时候会断，等下被它弄。你等来啊？好，无代志。我们技术排除一下，没关系，慢慢来。我要为陶讲开技术。冰礼拜就是上礼拜的时候，我们学到的是第4调跟第8调，就是讲到入声，就是又紧又短的音嘛，对不对？对，他阿公，我刚刚看到他阿公下面想到高兴，就是什么想到高兴就香菜，不要想到香菜都高兴，并没有，不要瞎掰好吗？因为刚刚你一度声音消失啦。他娃的解读说，因为
想到香菜学会华裔，就是香菜霸权人。就是让我没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啊！而且很好笑，我看华刚也讲说，就是在你的印象里面，他已经完全变成马来西亚人了。说你不是马来西亚人，你不是马来西亚人吗？没啦，伊只是去佚佗，没啦，伊台北人啊，伊只是去佚佗尔啦。我就是你是登去马来西亚，我还以为是，因为我觉得他爸爸听起来很像马来西亚人会去的。好啦，华侨，好不好？他往马来西亚，我一直以为他是华侨，富二代，来台进修这样好不好？你现在一听起来就是他听起来就是那种，因为他一直在那边说什么很喜欢吃香菜，然后有一点刚刚当然阿郎就是会喜欢吃香菜啊，这真的不是哦，他完全被制度就是马来西亚子民，这有点好笑。咱老师家就过嘴的，好，歹势，甲你交掉啊，你继续讲吼。结婚讲有一届走去迄个铺里参加放假节，嘛互人请食盐水的多利多，我有吃过诶，但是一听起来就是小鸡 BB 感谢讲了，谢谢讲了 ，BB 感谢你讲了 ，BB いらっしゃい。我现在来讲一下那个香菜多利多汁好了哦，我先跟大家讲就是拄好有新的观众来，那我们来讲一下，咱来讲一个迄个较特别的，就是工商服务时间，就是我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赞助，是啦，文化部。古拉诺斯波上的文化部的，我理解是吗？是应该这样讲，我随便乱讲，随便啦。古拉诺斯波上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この配信はわかる？感謝咱文化部爸爸赞助咯，好不？感谢小金 BB 的降落。谢谢。新的观众讲，阮即马有规个系列的一寡台语的配信，是因为阮有甲文化部合作，那即马就是你家的台湾话主持人一个月150块以上，就150块以上哦，就是你家的300块，就是讲想要做咱的频道，做低卡频道的总裁嘛是不要紧，好不好？我们加入3200，我们还是会有哦，为3月开始哦。从3月开始到8月，我们会每个月都有一组限定的周边。是啦，若是讲即马有问题，好不好？第一卡，咱若是讲今哪里加咖喱，我会不会拿不到3月4月的？对，应该是。有这问题我要想那么久啊？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当月就是拿当月的，就是当月拿当月的。对，也就是说6月加入的话，就是拿6月的哦。也就是说是在6月的部分，大家要看一下吗？我们把它贴出来。6月是这个6月的时候可以，对，咱是迄个，因为今嘛迄个迪卡有新衣装，就是他新衣装伫咧9月25的时阵，应该是顶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就发表完毕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明天他应该就会用新衣装，就跟大家讲，就不会是一坨麻糬，就是3D 麻糬。我基本上是3D 麻糬，因为我嘿啦，确实是麻糬啦，基本上麻糬，对。然后我们6月的那个周边设计，伊就是台语的周边商品，伊是迄个换装贴纸，你看起来就当场就是我们以前在玩的那些换装娃娃，没错。但是它是可以那个贴在冰箱或者是笔电上面都可以啊。然后够7月跟8月，嘿，对，所以刚修好补习刚完毕啊。而且每一个月礼物都不一样哦，吴昕老师也是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在安排吼，所以这个就是6月份的礼物，欢迎大家可以支持起来吼，谢谢大家，也感谢 BB 的降落，刚小烈降落吼，谢谢。还有另外一个刚上好补习开始6月26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型的联动，是啦，没错，就是大家。我们刚刚还有神秘，我们已经跟神秘的，就是待机的18人说好之后，他们可以知道来宾是谁。但是你们往上去滑那个就是开钢琴，你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人。那剩下的人呢，你们就敬请期待。没有，因为他娃娃有讲是谁啊？哦 ，OK， 所以啦，那就是。他娃娃自己保守不了这个秘密，然后我们也救不了他。对，就是那18个人想要找别人算账，你们不能找我们算账，然后找他娃娃，就要痛扁他娃娃。你18个人就是想讲再卖来啊，压力就大啊呢。再就卖先来啊，再卖先来啊呢。
好啦，开玩笑啦。总之就是我们已经在稍早有先公开，就是26号我们算是比较大型的台语企划联动的来宾吼。那对，那今天也记得还先 get 手了，你们可以去看回放。等下呢，好，等下呢，谢谢。你有透露，你透露出来就是大家应该都，可是也不一定啊。对不对？你这样讲，你也没有讲出名字啊。我们现在在开始攻击我就国小生的那个就幼稚的言论，你也没有讲，我又没有讲名字。刘轩老师今年8岁哈，给你背回娘娘。我之前真正去一个 YouTuber， 我就不讲名字，我怕被告。我就去伊的迄个 Discord 内底啊。伫咧讨论一寡问题，讨论了后，内底有一个网友就问讲，现在我是你敢会记得？这个也要从一开始讲，就是伫咧做调味进前，你不是就是有过来找我一届，问我讲，这个口座，请问你是吴先无？然后我就说，对，我是。你又问讲，现在我的迄个口座爱我？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代志，就是我要加入一个 YouTuber， 真的是一个 YouTuber Discord 来的我就在讨论，因为伊是介意做两点钟这样一讲就知道是谁嘞，伊是介意做那种两点钟短片讨论几个社会时事，我现在也没有在看啦。讲假实我真正不知哎，因为我做出来看 KOL 我啥会？对。我就伫咧内底就甲别人讨论就是社会议题的东西讨论到一半迄个朋友就问我讲你几岁？然后我就因为我不想要透露个资，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8岁，然后他就检举我检举我，检举规口罩就无去啊！你知道吗？我想讲奇怪，你哪有跟外口做？我去确定讲你刚是有生，你哪外口做啦？哎呦，我是这款代志，我不是故意的我有想讲没有，我在玩那个，大概跟我看那个好庆记，不会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那个《让子弹飞》，是，然后《让子弹飞》就有一幕是那个嘛，就是他是有一个他就是有一个很高大的人说。那时候我儿子8岁，然后我想说应该有人会接我的梗，就是那个他都是8岁，我还以为有人会接我的梗，然后没有人接我的梗，我下一秒我靠手就没去啊！我下一秒真的是下一秒，我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 Discord 变成那个他不是刚登录的话，没有说。我有想说，我在那里网络派去，我跟他逃都要赶快，然后从我的网络坏掉，我再登录一下，登不进去什么意思啊？挑衅哦，那有这款代志，这是会好笑啦。想讲有人接你的梗，结果是互人讲记，规口做无去安尼。我跟你说，19年的时阵，对我跟你讲，我们去年去走中奖的时候，那个人有入围然后就想说，得奖啦！那东西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网友，不是他检举我，是他的粉丝检举我，对，有粉丝，他就对，反正我想说我一定要跟他讲，我伫咧有困醒的时阵，我一定要跟他讲。结果他本人没来，大家知道不？他没有去颁奖典礼，我快气死了！你撕我但是得一个吼，你有赢的，小蛋，小蛋有赢的。我起码跟你讲，我现在跟你这样子跟我讲哟，我现在跟你讲，这听懂还背背，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对，他不止入围，他伊拿入围，伊有得奖，他有得奖。好啊，有他有得奖吼，你干嘛知啊？我知毋过毋是伊的代志，还是伊的粉丝嘛，对。对，真的是粉丝。所以我就是这个告诉现在跟大家回复，就是要跟大家讲，好，我们要去迪卡的，虽然在迪卡 Discord 来的嘛，没当欧北恭维。可是我们去其他的地方，真的不要乱讲话。应该是跟我 Discord 条有人欧北恭维呢，安尼边弄啊。有的，但是不会有人检举你啊！真的不要太凶残嘞。我 Discord 对，你放心，我 Discord 就温柔诶。对，面刷收过温柔啊，对，好，温柔，免还的。刚下点我没有生气啦，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对，而且刚刚就出，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就很白痴啊！结果完全无人就是 catch 到我的讲啥，我可能刚刚这个伊的粉丝的周旋跟他蛮有关系，就是伊的周旋可能那是你会卡谁，然后没有人看过《让子弹飞》，然后就没有人要对啊，好寂寞。可能那是因为啥？因为可能我一开始讲的物件，可能最好有得罪他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检举我，有可能。我觉得不一定啊，但是我听开一些在公生球，他其实只是想要开玩笑说我已经检举，但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检举会有效，就还真的检举，检举，然后你人就不见了，对啊，我来不代志就好啊，有找到你就好啊，你就这样呢。好啦，过来讲回来，迄个咱的迄个今仔日的粒声，不是今仔日不是讲粒声，粒声已经是顶礼拜的代志了，你还记得吗？字尾是什么？第4调没有，这个不难。第4条要给报，第8条它也不会是啥，它的韵尾是哪4个字母？你还记得？就是 PTKH 喉音啊。你说PTKH， 你的台语来对被安怎亮？哦，就是 P 的部分用那个p 的那个用那个。对，用 p 阿嘎波，对，阿嘎波连起来就是啊。对，然后如果是 T 的话，后面用舌头去把它切断的感觉。对。如果是 K 的话，就用喉音去给它切断的感觉。你不要呐喊，你把它念出来，为什么？你想在怪声？喝啦，我刚喝酒，我用怪声加深我的记忆嘛。喝老师，来我2块买呀，就是 up， 然后 up， 对，然后 up， 然后对，然后 AK 是 up， 对，就不要做。对，有喉音了，然后接下来 AH， 对等一下，太大，等一下，变，不用太大力，就是啊，就啊，就这样的啊。好，对，轻一点。第4条是较低落的，它是比较低的，第8条就可以更高一点，它就是 up， 然后等下特不要，然后不要特，就是的就好了，对，好，然后接下来 AK 对，然后刷落来 AH 就是安尼，就这辈啊，你都会啊，就简单的啊。我们其实看，其实就简单的，就是应该是安尼讲，因为迪卡还有其他的面线，可能素雄的时阵，你们平常其实就会讲台语嘛。那我们也可以看下一页，要跟大家讲的其实下调，其实你不需要特别去记，你唯一要记的可能就是，我发这个音的时候，它其实是几调。这样这其实就是你嗲用，就是要常用。对，你不会说什么我特别发音发出来会不会很奇怪？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卡出讲你不是讲自细汉你就完全没有接触到台语，大家其实都是听得出来的。伊嘛是。他也没有什么诀窍，你就是爱定使用。就那参像今麦来开这个海信的时阵，你听别人在讲，这嘛是一个定使用。你家己去讲，你开这个海信，跟我对话，这嘛是定使用。对，你那个语感起来之后，其实有时候甚至不用特别去记，你就会晓啊。就台语声调它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连续讲了3个礼拜啊。那里是上尾一个礼拜嘛，上尾一段在讲声调，它其实我们只是分开，你分开看，你就会发现，每一次的语言课，就是语言课，咱这讲台语，其实声调拢会愈讲愈低，它就会变成其实发言没有很多，伊比声母加韵母更较少，就这，你应该也发现这件事情，对，所以它其实也没有很多，但是它需要的是你去常用，就是语感的物件。有那层就是其他的语言也嘛有一寡部分是需要语感，这个语感若是放伫咧英语啊，还有日文内底，这个语感的东西放到英文跟日文里面，它就会变成文法，就是他们的文法也很难。有你姐日本的时阵，是不是你也觉得文法那个东西要特别背？一开始学的时候会觉得。
的确呢。你还有那个记忆吗？应该说我是觉得很难啊。因为我咧学伫伊的时阵就欢喜的嘛，就感觉无啥困难呢。你刚好，因为咧那个文法的部分有背，可是当初我学个就快乐诶，所以我无感觉伊就困难呢。我困难的是专有名词的部分，因为专有名词就是推陈出新啊。那家就痛苦诶，因为拢是英语过来的，卡达干啊，真正就痛苦诶，对。我觉得应该是安尼讲，就是因为迄当时你学日本的时阵有其他的需求，就是你可能要出国啊是啥，嘿，所以你会有一个目标，对。但是台语较无共款的是，你比如是就一直咧用，其实你是会晓，大部分人是会晓。我自己的想法，这当然就是绝对主观的物件，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就是自从台语开始。文字化，还有一寡课程出来了，大家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不会啊？是讲一寡课程出来了，有人来给你指正，就是有人会跟你说，我们可以怎么讲？但是因为觉得你不会，但是我够卡尴尬，可是我就觉得其实不是这样，而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原本会，它只是没有系统化的，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用另外一个语言去跟别人讲，所以你就会觉得又更难啊。台语相对其他的语言，就是英文跟日语来说，它没有一个特定的空间。随便讲，今嘛就在少年人来拍拼这些代志，就是没有一个空间是你需要特别去使用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日文跟英文有这个空间的？你可以明显，就是我们有时候去面试的时候需要用，对，或者是我们需要跟外商对谈的时候，英文跟日文就是很常被拿出来的，对，所以在学的时候就比较，就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可能会没有那么负担啊，我不清楚，但是我那个时候在学那个什么6大动词的时候，我也觉得好难哦，对，就是黑就是。我伫咧学日文的时阵，你即马看台语写掉的感觉，就跟我那时候对，就是安尼呢，没错，真的就是。然后英文的话就是那个比较级嘛，你还记得那个吗？那个东西我在那之前的 home key 啊，对啊，5段动词啊，还有那个就英文的什么比较级啊，然后过去时态，就是这个物件就是一个下嘛，你下过去了，你就会使差不多讲啊，这个演讲啊背下。台语内底较困难的就是声调，可是我觉得其实台语的声调没有说真的很难，没有说真的到非常非常难。新香嘅丢到平安大探子，还有戴亚马来亚，嘿，对吧？食较饱，爱食饱。但是变调这个物件，你替我看后几啊，就是我们看下来也好的。变调这个东西啊，其实嘛唔那是干那台语有，就是阮一开始伫咧讲是安怎爱学台语的时阵，我们其实就有讲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台语跟华语是下调语言。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常使用的语言叫做华语，那华语也是有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嘛，对，这东西就一定讲过啊。所以其实华语里面有变调，只是华语传到台湾来的时阵，应该拢有一个记忆，就是今嘛你看的爸爸妈妈就是屯妈的迄个时阵哦，他们学的华语其实不是真正正港的北京人在教，就是很多人的老师。真的啊，因为他们当中就会变，他们来这边的人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啊。1947年，我今仔日是一个特别日子啊，我在来上一下历史课，应该是讲1947年了后，他们国民政府带了一批新的移民来嘛，那不一定是北京人的人有很多，有，但是一东西尾啊了后，开始决定讲我们要用华语来当。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秋海棠中华民国的国家语言，但是你只去请北京人教，尤其是台湾更没有北京人的情况，你就会需要其他简短学过这个语言的人去教台湾人学华语。所以说，我们的华语它其实
省略了很多东西。譬如说咱的华语跟它4调，第一调、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第一声、第二声当然不会数数，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了不起就是一个轻声嘛。那我们轻声也不常用，但是有没有变调？有啊，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会那个语感就会自然发生嘛。譬如说咱讲的名啊，这个物件就是陈水扁，你不会说陈水扁吗？哦，对，水应该是3声啊，对啊，我们说陈水扁，你这点就昂就连水顶管我北恭维，陈水扁它就是上去嘛，对，我们嗲恭维，我们常常用的东西它就会自然有变调，因为我们的喉咙会去适应这件事情，我们让喉咙会让自己好过一点。比如说你好，我们会说你，就是它其实第一个字是2声，对，它不会说你好嘛，它不会说你好。那这样就会一直下去。还有谢谢，你知道我们的名字其实多少都会有变调吗？有啊，因为对，对，因为一定要变，因为如果你不变的话，就会很难发出来。就是我在瞎多，我们的声带会自己找漏洞钻。对，其实华语也无规则的变调嘛，就这，而且它也会因为一些地域的不一样，然后改变嘛，所以有很多不是你现在看到一些诈骗的那个诈骗的讯息在 Threads 或者是 X 丁馆，然后就会看到一些美女人说啊，我好喜欢弯弯男孩的口音呀，就是对，就是我们的口音，我够熊的啦。然后有些阿伯就会哇，他喜欢我，然后就去给阿伯骗，他是不是喜欢我？对。哎，你这样子让我想起来这样的一个规律啊，你安尼，我想起来，在日本话的时阵，我去当初那学的时阵嘛，我们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音变。但是这个变并不是变化的变，它是便利的变。也就是说，当初我们在学这个音变的时候，就是日本人他们也为了自己发音漂亮，或者不是漂亮是方便，对。然后懒惰的时候，就像欢迎光临，这个也是我们台湾所谓的音变。对，那个日本人那边所谓的音变，并不是变成的变，是便利的变，是方便他们讲话的变，同样的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要不要乱讲？还有很多，因为日本那边的音，看很多毕业楼漫画会有会，但日本那边的音变其实研究起来挺有趣的啦。对，但是因为我们是那基本上也是研究练台语吼，所以我是想到，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赶快的物件哦。就不会，我还蛮喜欢你跟我提这个，因为这张其实我也不怎样的物件，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想到，因为最近的日本的配音其实也很开始在注重在地化了嘛。有人哪是看一寡新番的时阵，然后有当时伫咧看大家咧讨论，我就看到很多什么冲绳口音啊之类的，已经也有在讨论这些东西。对，所以我是觉得人类在讲话，他们会东西就是音变。对，而且人类讲话其实真的无关你什么国籍，各国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你可以省略你讲的话，它就会就是变成一个变调，一个音变这样。对，真的其实大家安尼讲就知影台语其实不是特别困难的物件，只是就咱伫咧学的时阵，他其实在学的时候，他就是他一个语言该有的东西啊，应该去学的困难，他就是会有。对，可是它也不是真的有多难。其实我们今天声调已经讲到最后一个，你已经讲把全部的声调，然后最后一个是变调，已经没有什么困难的东西了。但是台语更较侪台语的水，其实就是讲把伫咧声调来的，因为台语它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在声调上声调基雄就有特色的语言。它在声调，它不是困难，而是我觉得它的声调是非常有特色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律啊。咱今天讲的就是变调，直接开戏进简，好不好？你准备好要看下一页了吗？你要帮我记一个数字。是哦，听起来那弹球是底下个安装，很像在那个变魔术。就以前刘谦都说，我要你现在先记一个数字，然后到最后翻牌就发现，哇，好神奇哦，就新奇耶！所以我现在给你这个情绪价值，就新奇耶，安尼嘛。阿伯开始变啊，我们开始变啊，好啦，来，我们开始变。你先帮我记一个数字，叫做573217啊你。请问他跟9527有什么关系？没有啦，刚刚不是9527啊，伊跟9527没关系哦。我现在有点忘记9527是什么梗嘞？真的吗？秋香、唐伯虎各一个地步。对，9527，谢谢你。忘记了。
没有，我就一直在想长假7号，这就是好老哦，好笨。不要紧啊，嘿不要紧啊。联络就是，你现在念3次，你会使念3次，5、7、3、2、1、7，安尼。5、7你报明白好啦，5、7、3、2、1、7，5、7、3、2、1、7，5、7、3、2、1、7，好。对啊，你现在记得了哈，记得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我们会说啦，台语的变调会当看后几啊，就是看台语的变调，其实它比较活泼，它比较活泼的原因，不是因为其他的语言无遐尼活泼，只是起码台湾人学会到台湾话语，因为它是简化过的，所以它的变调就没有这么的活泼。对，因为以前我们为了要就是这其实嘛不是伫咧台湾才做的代志，其实在国民政府在中国的时候，因就想要去推广专民教育啊。因为怎样就是中国其实就大，但是他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做得很完整，他们没有国民义务教育哦。我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对，那他们就中华民国在中国的时候就想要做国民义务教育，就要他们的应该是说他们的那个那叫什么，就是目标就是想要教育普及化，就是连农民都可以看得懂字。有啊，迄东西嘛有伫讨论讲爱用罗马字，还是讲注音。但是后来因为有国共内战，所以为了要跟共产党有区隔，他们才开始发明注音嘛。但是一开始其实伊嘛是有考虑过用罗马字啦，就其实也有，因为罗马字它真的是比较易学，就是对于农民来说，对啊。伊是有简化过，因为你如果要能够流通，在当时东西迄个时阵资源嘛无够多，伊老师的师资也无够多啊，对啊，教育经费也不够情况下，他就要简化，伊要简化，所以就会变我们现在学到的台语就会比较简，我们学到台湾华语就会较简单，所以咱就无参像中国遐尼高，就是很。他们对于，比如说他们也有那种什么便宜，就是你看他们有一个一定有公，然后有一个对，是，对，他们还是有一些很有趣灵活的变调是，我们无法度去学到，但是台语内底有，因为台语是咱家己的物件，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它就是语言界的台湾文革，大家可以了解吗？就是就是你即摆有足侪人伫讨论讲啥物台语是安怎干啦？有台语当叫台语，客话讲算是台语。我跟你讲，我身为客人，我不希望我自己的语言被人家说是台语，因为客人，我们客家人就是以家为主，我们是很重家族的一个族群，对，我们很注重自己的族群发展。客家话就是客家话，对我来讲，对我来说，我不用想要代表，对，可是。台湾话伊就是台湾文革，伊是伫这块土地弹出来，你它是突然生出来的东西，对，它不是，它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所以伊的变调伫这个国家就完整诶，它就是随时都会变。台语内底若是讲一个字后壁搁有字，好用的字伊就会变调，它就是这样子。它相对于台湾华语就是它的变调就会这么快。我们说华语的变调就比较零散不规则，确实，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个完整的系统学起来，那个东西本来也不是我们的东西，所以你给我看安怎你嘛是有红很差，但是台语不是，台语的变调它就是完整在这块土地上发展的，所以讲伊是安尼，伊的变调就是台语内底你也是讲超过两个字，头一个字后边所有的字到上尾一个字，伊敢若有头一个字甲上尾一个字免，应该是讲伊敢若有上尾一个字免变调，只有最后一个字不用变调，其他的都要变。对，其他的都要变。好哦。对，但是问题下的时阵，我们在写的时候还是要写分调。这就是有很多人在考试的时阵，你若是讲平常时爱讲，还有平常时爱家己写了算了，那参像洛桥一样，他就不 care 这个东西，他就会自己发明他自己的写法嘛，很厉害。对，还有刷题。但是你若是讲，今仔日想要考一个证照，我知影讲咱家应该嘛有一个公务员，那你们知道就是考台检现在可以加薪吗？好像加5000块。我不知道。刚刚呢就可以加钱啊，可以加钱啊，就是你考到
你考到 B 以上，就是你考到那个 B1，B2 加 B4，都可以加钱。而且你考到 B2 加 B4，你就已经会使去做台语老师啊。哦，有听过，对好像是 B2 啦，对，考到 B2 你就可以去做台语老师了。对，啊，你伫书写甲人教的时阵，啊，还有考试的时阵，写罗马里一定要写本条。哦，对，他就是要写这本条。那你读的时候就是，就你读的时阵就是要读本条。啊，本条其实嘛无讲介困难，我们就直接先来看，我们还是用口把音去开始，可以看下一页。好哦。对，日本人讲欢迎光临是很前面，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他们说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别乱讲话。然后就是我自己是觉得不用讲得太清楚啊，反正大家给的服务费也不是很多。有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件代志，我大概都跟我的另外一个头家，我头家就济嘛，然后我跟头家讲，你们出资不够，真的不要再叫我做东做西了。但是后来发现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用功做。这是五线声调的位置吗？你讲多一个啊？哦，水灵宝贝头都要看到啊。他在说什么？五线声调的位置多几嘞？五线声调，但你哦，你讲多几篇啊？没关系，我可以写那个这个吗？等他这个吗？1、2、3、4，这个吗？还是多几嘞？哦，不是，那个是这个573217啊，它不是五线声，它不是五声音阶，它是我们声调的排列。我可以先跟你爆雷啦，对，可是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我们慢慢来哈。好哦。我就会觉得你出资，对啊，就是说到那个服务费这件事情，我想说服务费没有给很多，那就随便乱念好了，那就叫外形点，对，这点是瞎挑，你知道吗？这就是社畜才会这么想，超级好笑。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要学习，就是学习工作的时候用余额的态度，然后去取决于你今天要怎么对待老板，你安尼就会使维持你健康的上班的心情。哇，我们一个台语课真是参透了人生呢，人生。好笑。我来跟大家讲一些狗性啥，要就是所有的工会都会起来，就是跟我抗议，然后就是快打格兰大道这样。哇，好沙哑。喝口水，人家醉嘞。好啦，一开始其实口把音就好用诶，然后我们就从口把音开始。好哦。赛后把鼻搞搞球弄嘛。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啊。有赛后把鼻搞搞球弄嘛。对，那我们就从我们今天就会用一种接龙的方式去看，就是变调这件事情。好变调要安怎去分辨？嘛是就简单，头都有讲过嘛。我们刚刚其实有讲过嘛。你只要在第一个字后面再接一个字，后面的字后边的字无变调，但是头前就会变。所以你要去看头前的变调的，你也变做什么调，你就在后面加一个字就好啦。我们可以看第一调，比如讲塞，你可以看下一页，反正就是我们看塞后面，我们就加一个，因为它是动物嘛，那我们就随便加，就它的一个。就是屁股啊，或者是尾巴什么，然后我们加塞尾，有塞，对不对？它变了，它就变调了，然后就会变成第七调。所以第一调会变成第七调。对。那我们又从第七调再继续走，我们可以看下一页，第七调再下去走，然后我们看第七调，我们塞后把鼻高，第七调的那个动物是什么？第七调的动物。第七调，你数好了。等一下哦。塞后把抱，塞后把鼻高唱，你说象吗？对，是大象，对，是唱嘛。对，然后唱就是有一个就贵的物件是唱牙嘛，象牙。你后面加一个牙，唱牙，你会发现它变第三调要下去了，所以第七调会变第三调。就是这样，就是可以这样去试试看，然后去抓到。好，那下一个是第三调嘛？第三调是哪一个动物？豹啊，对，豹。最后把，对，把。把也是很贵，豹的皮也是很贵，霸皮嘛。
爸爸。那你如果不知道，你如果爸不想要这样硬凑，没事，我对，现在如果不想要这样硬凑，你就怎么了？我现在发现他真的在变调哎，因为我们念把，但是他要念爆皮会变成2哎，真的会提高哎。爸婆。对，就是应该要怎么说？就是它是它的变调的规则，它其实会依照不同的方言差，其实也有不规则变调哦。就是你去听那个鹿港的变调，其实跟我们较不港。还有彰化那边有一个饶平腔，我之前有想过，就是我第一季为了啊，我想要先潜心的来研究彰化的台语饶平腔的部分，就很有趣。因为之前跟进前跟那个温若桥的开杠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我们可能会去学学看。好哦，对，所以他，但是你发现很有趣，自己一伫咧伊的下来底，伊就是看你这无赶快的方言差异，都会使找到一个规律。这个是一个最大共识的规律，就是无论是多一个人，都有人来讲台语的时阵，好像变调都会循着这样子的神秘的轨迹，它可以抓出来，听起来都差不多，这样子啊。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讲另外一个福巴音是三底裤看人那个片顶嘛，然后裤就是穿裤的那个裤，我们也常常出现啊。裤头就是裤头，它也是第三调变第二调。对，因为明明是裤，但是讲裤头的时阵的裤头。对，你就会发现那个规律了。就是其实变调也没有那么难啊，就是它就是这样，而且后来也会有一个很神奇的那个。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调，我们现在走到第二调，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第二调它变成什么调呢？就是后嘛，后，对，那后就是头，就是虎头，后头，它会变真的哎，后头哎，真的，你会发现它变闭环了吗？第一调我们刚刚说变第7调，第7调变第3调，第3调变第2调，第2调又变回第1调，对不对？它会绕一圈，好够两瓦节，好酷啊！对啊，这就是语言水亏的所在。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那是咱人体的组成，有人说人体的组成就是细胞里面有一些很规整的排列，还有我们的人体的构造也是一个很规整的排列，连我们说话语言都会在自然而然形成这种规律的排列跟逻辑的闭环。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力量，对，这真的就厉害。有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我嘛刚刚这就触笔耶，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有逻辑的变化。对，吴森老师，我想问一个，例如这个后好了，这个虎嘛，它是任何的东西放在后面，它都会变调吗？还是不一定？有特别不一定，那有时候要看你叠恭维时，你叠恭维时，就你不会讲。不会换气啊，就有些人还是会换气啊。你哪些讲，你哪些讲叠换气的时阵，后面你是隔一口气然后才加，它就不会变掉。真的，你可以试看嘛，你自己讲话的时阵，你会发现你其实嘛是一直在变调，有当时你停落来的时阵，你就不会变调。就是有时候自然的发挥，任何的只要它后面有字对，它不一定会变做第一调，但是它可能会变做不规则变调。相当我买讲不规则变调，但是不规则变调，它其实也是有规则，但是它的规则讲起来就是沿海范围，它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要讲也不是不行，等到就是咱可能后续还有机会会当来讲先贤老师，我们之前有讲那个解破台语文法的那个文法学那一本书，伊内底就有讲这。它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东西，但是真的是你起码基本的物件你也会晓。我发现这个闭环内底无第5调对不？嘿，真正无呢。第5调其实有一个，有第5调我们看下一啊。第5调有一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常常对耶，好，我们常常讲，其实我们常常讲一个字，台湾的台，它是第五调对不对？你高雄人，你跟讲台湾的时阵要安怎讲？我讲台湾。对，所以你的第5调是会变第7调。对，第7调台湾对不对？若是台北人，
你是泉州人，然后让我是客家人跟泉州人的混种，我们就会讲台湾。哦，有，所以有些人打，有些人打那个火星文的时候，他会打我是台湾人，然后他打那个逮捕的逮嘛，对，逮捕的逮，对，然后你们就会打我是台湾人嘛，对，呆的呆，这个很呆的呆的呆，对，对呢，就会变成有你有发现，这是红人差，就是北部人就会说我是台湾，然后有人台湾，对，所以我们刚刚再回去看，你刚刚还记得那个数字吗？9527，等一下。9527啊，你也可以哦。来，再来几拜57321，对，我们是从这个口诀呢，是从5开始。5在南部的话，就是5会变成7嘛。然后7会变成3嘛。对，然后3会变成2嘛。2会变成1，1再变回7。对，你发现这是一个闭环，真的耶。很酷吧？很酷吧？我们对如果是那个的话，如果是北部的话，就是53217。原来居然还等一下，对不对？北部还是接得住哦，就是还是可以接得住哦。你有发现吗？就变53271没有53217，然后7会变成3啊，因为还是接住了。Oh my god！ 这是一个神秘密码，等一下，光明会一样，太现在都加入台语的光明。快说出来啊！台湾对，你嘛是讲台湾的对不？你有学过叫做好高博的啊？西瓜老师哦，厉害！西瓜老师是咱的南部人呢，是我们有一起讲台湾啊，台湾呐，台哦，他是台湾哦。可是有时候也是家里讲就会不一样。对啦。我以前听因为阮到以前，可能是因为阮阿公就是南部的朋友较侪，他其实也是说台湾啊。也是妈妈是讲台湾，就是没有一定台湾。可是我也是听过台湾，就是你去那个龙山寺边啊，就在老人就是讲台湾。闭环。只是在吃那个在吃《甄嬛传》的 CP 是不是？无啦，我无啦，我基本就是要暗记死了呢希望变日记所以我先老师有人讲，你讲，你先讲。我只想要回他们问题，你先讲。好，我想要问一个，就是那个5732117，就是这个神秘的数字，尽量把它记起来。但是7不会回到5，是这样子对不对？对，嘿。没有错，好，不会回到5，好，应该7就会回到3，就是7它应该是从5开始，我们这个圈可以从5开始。我们基本上开始你也当尾图啦，我们看我把图画出来，奥吉亚台湾的第13页，我就是有把这个图画出来嘛。你可以先把这个图，但是讲你今天要被考试，你想要加薪，好不好？然后你想去考试，你就先把这个图。我们先不要看那个 PTKH， 好不好？我们那个等一下我们再讲。对，那我们就会看到尾边的架秋饼，我们画面的右手边就有一个正方形，这个方形。那这个方形5是在中间的，5它不会回到那个，但是7321它就是一个圈圈嘛，732，它刚好会变成一个对称图，它会变成一个对称图。你看，漳州的就是5的镜头到7就会到3就到2，那是你是北部人，还是讲你是泉州腔的人，5就会到3。到2到1到7，然后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背，我其实没特别去背这个物件。对，我是记这张图。但是讲你背诵这件事情对来说比较困难，我觉得图像记忆是很好的，就是台语的变调其实没有那么不规则它其实就是一张很工整的图。咱等 loading。你什么意思？完蛋了，烧掉了。好，没事，刚可以吗？刚可能被盗账号了
好，吴昕老师你继续讲啊，可以吧？这个现在还可以吗？努力跟上，我努力跟上。我的本质额度用完了，是不是？请出纸。对，我要回应一个欧练头都要讲的，就是为了要，就是看起来是中国是为着爱推杀更较侪迄个地形，所以才发明简体字。哦，对啊，而且简体字就是容错率比较高，就是他们比较不会有写错字的问题，这样。就是虽然讲这个代志听起来进点较无正确，可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传递语言这件事情，他们的认知是比当初来台湾的国民政府还要完整的，就是包括去禁止国语运动这些代志，干那是这就是台湾独有。日本也有，日本其实有禁止冲绳语，对，但是那个是日本。他们的对日本也是殖民的国家嘛，就日本也是殖民冲绳。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国语运动，那你说你国语运动，但是你有把华语的系统建立好，你把华语的系统建立好势的时阵，咱今嘛台湾人的语言力跟语言观，他可能不一定会，不一定会像你要凄惨呐。就是你当知影有。顶礼拜有一个新闻就抢的，有一个新闻很红，就是迄个 NVIDIA 的回答，不是 VTuber 的迄个回答。我知，但黄仁勋爸爸，黄仁勋就讲你爱讲台语，你爱学台湾话。对，我看就感动的呢。开始学。系呀。对，甲一个囡仔讲咧食冰有无？你跟我讲，你当然要讲台湾话。而且我，对，而且原本的迄个查甫囡仔的爸爸是叫伊去教伊唠英，唠英文，讲英语，对啊，伊就讲黄仁勋一开始佮甲伊讲 ，Can you speak Taiwanese？ 对，我看到，对，大家要讲啥就讲我嘛知，安尼但是完全听无，这也是蛮难过，因为现在有这个情形，其实是这嘛甲历史有关系，就即马伫美国有超过3代住伫咧遐的人，他们不是没有经过国语运动，所以伊其实会晓的就简单两个，就不管伊即马讲袂晓华语，但是伊的母语可能敢若有两个，一个就是台语，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英文，对，所以伊个转来的时阵，我系伊家己母语甲，那都胖起啊！就都是台湾人，都是台湾人啊！伊的母语甲，即摆囡仔已经无。都没要讲诶，但是艾丽莎会讲的吗？大小姐，艾丽佳，欢迎到底干的大小姐，你来，欢迎！你台湾到底来头壳摸在烧啊？无啦，头拄其实无讲介困难，这个就是画图而已。对，它当成关键图会比较好记。可以啊，你就可以把那个所有的1、2、3、4、5、6、7、8就当成总攻跟总受啊。他们有一些奇怪的不可告人的恋爱，对不对？有吗？倒一个是总攻，倒一个是总受，老师。我不知道啊，5看起来是吧？第5条应该考起来是总攻一起总攻啊，他可以攻，对他去3，然后也可以去7安尼会使，不要，卖底机的时阵开始有被他就 kill 了，什么意思？好了，反正安尼吗？我应该是就是是安怎？我刚刚是安尼啦，就是黄仁勋咧甲你讲，你会晓台湾话，其实那是情感的原因，它不一定是情感的原因，而是如果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起码会当伫囡仔遐尔细汉的时阵，就送去补习班互伊补英文的，佮有才调甲英文讲到遐尔好的，其实我觉得家里的教育跟家里的资源应该是都不良好啦，就是都蛮好的。那伊未来可能嘛会有机会去国外工作，但是你去国外做头路的时阵，你拄到的台湾人，其实大部分会晓得干那这两个就是台语，就是第一个是台语嘛，第二个是英语嘛。
那你讲英文的话，大家都跟你公事公办，因为会讲英文的东方面孔的人，其实不只是台湾人啊。对。但是台语在国外就只有台湾人会讲啊。对，它还是会有一个功能的导向。对，你去外口，但是讲拄到参像黄人区这样子的人，比如讲医疗界的查甫囡仔。这是小男孩，他以后他自己要创业，他要去拉投资，他去找黄仁勋，他讲的是台语，他能够拿到的机会，他能够接受这些前辈的托举，一定会更多。这是加薪的哦，对，所以一加薪就会讲，你要台湾话，这其实不一定是情感的问题，在理性上面，这个完全也是说得通。没错，对，是，就是这是语言观呢，就是这是国际观，不是一个国际观。你嘛头壳摸那些嘛？对，这就是国际观的一个概念。所以讲真正，我刚刚大家今嘛开始台语嘛不要紧，就是台语的话会让你在海外有更多的机会。对啊，我嘛是今嘛咧学娘咧，到顶学嘛，对。而且最近嘛有足侪。日本人甲韩国人，伊要安怎去判断中国人甲台湾人无共款？对，你伫个外国真正是安尼。我参像即马去迄个，阮今年的迄个2月的时阵，不是跟迪卡去甲迪卡去迄个日本，我就发现讲有即马有 AI， 所以讲因日本话翻译的时阵，因的若是对 AI 讲 translate Taiwanese。即马 AI 会甲伊翻做台语哦，嘿，对，就趣味的。short 有一寡嘛是拢是 AI 的台文，所以讲你若是讲会晓讲这啊，因嘛拄好咧学的时阵，大家才知影你是台湾 nese， 就加话就是因无介意的 Chinese 是无共，因为日本甲韩国，我们是咧讲啥物中国人就是头要，我们是这个意思，但是日本甲韩国因。对中国有一寡政策是有真的是有差别待遇，像就我甲你讲，我这就开讲，我们去成田机场的时候，有一个迄个免费的接驳巴士，然后不是免费，它有收费，对，就是伊就写讲那个告示牌上面，伊用一本，还有一本，他写的是未满6岁。的小孩子，就是满6岁以上的小孩子才需要算票。但是用迄个简体中文写的是，不管有没有6岁，只要占了位置都要买票。对，你可能是因为进前就是有一寡囡仔爱占位占2、3个，然后说他6岁啊，你不能跟我收钱，所以讲就是就中国伊个。简体字就是安尼，但是它的繁体字写的跟日文跟英文是一样的，就是6岁以上是不用买票。阿姨嘛，知影讲中国人可能跨舞，那他们就是做这种差别待遇。我懂。所以若是真正就参像今麦讲有在调，还有主管，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出国，无论是旅行还是讲去外国去做头路，其实这。台语其实蛮重要的，整个国旗都好民情不同，对，但就是然后我们台湾人跟中国人拢就该去日本跟泰国，日本跟泰国还有韩国这种差别待遇真的很多，对，而且是讲去香港会，真正是中国人的时阵，对他们对你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日本人日本人真正拍到顶的时阵嘛，就拍到顶的，他们有一次。就老实讲，伊做唔到代志，他们不想要处理的时候，伊就会叫伊的头家来，叫伊的主管来，伊就等伊，对，伊就一直等，他们也不会帮你处理，对，你就可以防止这件事情发生了，因为咱嘛不是伫咧迄个国家生长的人，我们也不能去争取什么，大家一定要对，我们只能去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对，所以。台湾话其实就有效诶，嘿啦，黄仁勋讲的其实是也有道理。嘿啊，我迄当中看到迄个新闻，我就想好你刚才我今麦在学台语。哎呀，真的是我们台湾的一块啦，因为我进前的嘛有大家讲，自细汉的讲无好，毋过即马大汉啦。
咧家己咧做这个 VTuber 的时阵，就感觉这真正是宝藏呢，这真正是就珍贵，对，这真的是以后，这是我们给我们自己有特色的机会啦。你看今嘛 AI 看你要红本，就是像 AI 其实很方便，大家很轻易的就会知道台湾其实购有一个台语，购有一个客话，对。你去外国讲这个物件的时阵，早就已经在那个国家有一席之地的台湾人，他会很珍惜你。因为大家都会，大家都会思乡嘛。对啦，真的是这样子。对我也那时就有连金币的物件，对啊。对啊，就台语就是有这种功能啊，沟通得来话，讲伤济啊，沟通得来。这个五是公，刚刚变掉，五是公，对。什么意思？要记这个，只记得这个。对，然后其他7213就是人体蜈蚣嘛，对不对？哦，人体蜈蚣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不是，他们就是双插头。这样可以吗？我已经放弃了。可以，这样很好记。我已经没差了。可以，这样很好记。可以。对，我要跟其他的敬雄人讲吼，这就是一个。我有敬雄吗？反正就是。你看你跟我有敬雄吗？然后就写1723，然后把它围成一个正方形，然后5写在中间。对。好了啦，有啦，很正常啊。谢谢你，这样看起来非常正常啊。对，你刚跟我讲不要听啊。嘿，我敬雄人诶。你刚刚跟我讲不敢听，我真的是快要发疯。对。好啦，你继续。有公邓来，你现在变调啊，陆生他也没有办法变啊，他没有办法变太多啦。伊就是波德哥就是安怎，伊就是第4调啊，第8调，它只有2个调啊，所以他们就是互变啊，他们互攻啊，可以吧？可以。我现在就是投其所好。是。第4调会变第8调，第8调会变第4调。互攻哦。就是可以。那如果你要记口诀，它就是84，它数。对，它是80，然后最后变8，对。然后嘛是爱，但是要注意哦，你现在变调有2个不同款的状况。若是讲字尾是波德哥，就是它字尾是波跟德跟哥的时候，它第4调才会变第8调，因为它还可以维持一个短音的状态。比如讲我用念的，大家就会知道我的意思了，就是比如讲。吸这个字是 keep 嘛，后 keep， 然后如果你在后面加收，就是吸收的台语是 keep you， 它就会变很高嘛，它就变 keep you， 它不是 keep you， 它会变 keep you， 对，它会变第8调。那第8调会变4调呢？我们看下一页哈，第8调和第4调，这个常常出现的。我们之前有那个佛祖的那个成佛的那个手指虎，佛祖的那个佛是不嘛？你有一拳特点吗？不，对，它是不，对，它是不，先不的成佛不。那如果后面加一个咒，就是不咒，它会变，它不会变不咒，它会变不咒。对，它会变成4。对。不，真的耶。那这个咒，对，那这个就没有什么难的。第8调、第4调不会有什么难的。然后以底咧台语数来对，波德哥入声字也比较少，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部分。以较困难的是字尾是呵，就是我们说的，它没有任何的阻挡。我们那个时候在讲入声的时候，我们讲，但是就是波是用喙唇在走动那个气流，然后的是用牙齿嘛，呵是歌是用喉咙嘛，呵是没有阻挡，你就是发短就好了。所以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它的气流没有任何的阻挡。你在讲话的时阵，你在讲，譬如讲你讲客厅，你在讲客厅的时候，你不会讲客厅，就你不会。在这里特别换一口气，你连唱歌的时阵嘛不会啊。我们唱歌我们也不会这样啊。就是你不能就是讲到一半断气，人家以为就是你要心肌梗塞还是中风，就是很怪，所以我们就会，它到最后就会发长音。所以那是入声，它是 H 结尾的。I 那是后边还有 G， 它就会变长。
所以 H 结尾第4条变做第2条，我们就是 K 嘛，让 K K。它如果你要讲客厅，它会变 K 厅，它就会变成第2调，它就会下去。这个要特别记一下。K 厅哦，对，而且它会变长哦，你有发现它会变长？对，如果没有那个的，对你如果没有让它变长的话，它就会突然你要换一口气，就很奇怪。但是我们你讨到我共轨嘛，就是便语，我们会让我们自己的声带好过一点。那我们就直接讲过去，就是它变长了没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阻挡的气流，这样子让你的声音方便。得被调嘞，对，那当然是得被调嘞。我们就记这个词啦，这个词也蛮常出现的，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就是被，就是入声变调。如果字尾是我们看到那个被。你帮我换一下，换到下面。好，对，白色，对，白色，就是对白色。你头都嘛讲白色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词，就你那一下白吧，就是我们因为后面我为什么特别后面加一个那个吧，你就会发现前面的那个音变长了，你那下白吧。对，就北吧，就是它变长了，它变成第3调，然后就下去。背性马西，对，它相对来说听到后面的入声字它比较长，因为它没有可以阻挡它的器官，所以它一定会变长音。对，然后第8条变做第3调，第4条也就变做第2调。这个要特别记一下。所以我们再回去看13页的那张图，你会发现第二个正方形出现了，就是2旁边有一个4嘛，那4的话也是属于总公组的，没有，它跟8互公嘛，对，就是波德哥的话就是4变8， 8变4，那4如果是合结尾的话就会变成2，对，所以就会变成这2个正方形，大家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记忆，很对称吧，对。熊熊插头什么？大家对于双插头这件事情非常的开心，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的留言区这么的淫荡？是不是你的问题呀？我们的留言区这么放荡，你是要开个检讨会？我觉得我们开个记者会，表示我们下次不会改。下次还敢这样子，很棒，我喜欢。什么意思啊？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啊，我喜欢看本本嘛，对，然后就很棒，8 4，然后4 2，然后好 OK 7 3 2，好。没关系，你可以先记得这个图。好，其实我觉得你记这个图就好，然后。我以前在学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灰，就是如果你是背什么573、217这种很灰，那我先画这个图，然后我自己的办法，我是会先把我的声调都是最后写，然后我把所有的拼音都写完之后，我会回来看这张图，然后我就自己量出来了后，我就发现，譬如讲，我写的是虎头，虎，然后找第一调，它不是第一调，然后它是什么东西变的，然后我就会往那个箭頭的反方向去看，它是第2调变，那我就可以在虎頭的虎的前面就写第2调，就是你老师这是一个考试的技术，它是一个考试的技巧啦，就是你可以不用这么急着去写前面，但是你一定要回去看，就是你还没有写上去的调号，一个一个去对，你写多了就会知道了。这个是正确率最有保证的方式。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像 B 局的试卷啊，他们在考写的时候就已经要写到这些正确的调，要标在哪里了？是这样吗？看你考多一个，就是新工大学的要写听写，他们 A、B、C 都只有一个卷。伊是你考几分，你去对应你自己的级数。对，像我就是考到 C1，但是
台检台语的教育部的白话字就无共款。教育部呢，它就是 A、B、C 不同卷。B 的话没有听写。没有听写。哦 ，B 没有听写，但是他有听说读写，他有听说读写是你要会写文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伊问你问题的时阵，伊会给你一个，然后会给你一个文章，然后可以念课文，就是你要念得出来。然后还有他会问你一些面试的问题啊，你就要去回答啊。那个面试问题我记得差不多两题，就这样。当阵因是问你啥会，你敢记得？我记得他好像问我那个就是关于。可是我那个时候第一次考我是考 C， 然后我只记得那个让我很冲击的东西，什么叫做关于现在 AI 有语言模型的看法，你觉得要怎么样让台语融入啊？说我靠，我要考试，我要懂 AI， 我要来公语，然后这个就我好像认了30秒吧，所以我就没有考好。天哪，这个到底怎么考？但我教育部的教育部的 C 跟比较困难，就是它 C 原则比较困难，可是 B 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B 写还好，我有点不记得 B 的。有 B 好像就是会问，就是你觉得台语为什么重要啊？这样。好。就是 C 的话，他就会问比较多时事题。你的经验就是结合你自己的经验是安怎？你刚刚爱学台语是安怎？刚刚台语重要什么？对，好哦。所以我之外，剩下可能都不保。大家你们真的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呀？我真的是快要昏倒了，大家。宇飞商总裁怎么每次点进来好像都在讲怪怪的名字？因为我喜欢听啊，你喜欢讲。我这是无会啦，一定是你听唔对啦，无啦。有会，他刚俩会嘞，没有啦，就是。你们不，对不起，我要骂脏话。没有，你们就算你们不喜欢讲，你们不喜欢听的话，我们就不会讲啊，莫名其妙。你们不是就是大受好评吗？我是无辜的，我每次来讲都讲很正派、很单纯的东西。没有问题。有些问题，我就单纯的，好啦，就是咱讲倒来，讲倒来变调，好啦。我刚刚就是水灵宝贝你给我点了不？我们可以把那个他的惨叫声，然后跟外化啦，然后剪成一个 short， 然后就会发现我们台语的成果发表就是这样。没有错，我他在练那个喉音，你都不知道，我在立声那个 K 结尾的立声喉音，知道两个喉音长这样，两个喉音长这样，我整个傻眼。我跟你讲，这个又可以就是套到我们就是要发声练习。气泡音有无？加无这种物件，没有气泡音啊，台语哪有气泡音啊？我真的傻眼嘞！明仔载要过回来，练习一个。好啦，莫乱啊！对，咱即摆若是讲轻声，头拄仔讲到，即摆变调，其实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所以咱即摆讲的是无规则的轻声，对，变调，就是咱会使看下几遍，就是伊的变调的意思是。伊可能有一寡轻声调，就是有一寡词呢，有一个词，有一些词，如果你加入轻声，它的意思就会不一样。之前我们在讲台语是一个下调语言的时阵，我们就有把轻声拿出来做例子嘛。可能讲有一个就大概应该若是有啉酒过，有跟爸爸妈妈啉酒过，爸爸迄代就是有跟爸爸那一代，无，可是。我觉得有一些男生会知道，若是讲你的头家下面应酬的时阵，啉一杯加啉一杯，是无共款的。你刚才当这杯酒，你刚才当啉一杯哦，那你就是真的这个东西好料诶，只给你一杯。你杯高可以啉一杯不？没有，那个啉一杯听起来就是要喝好几杯。对。真的耶！啉几啊百杯嘛，无要紧。你们啉几啊百杯嘛，无人该管。上好。拿啉一杯，啉一杯，真是的呢，真的。啉淡薄啊，加淡薄那是无共的，淡薄是很多很多，啉淡薄，恭喜啉淡薄啊，
就是那个如果你加轻声的话，它就是不管那个量，它其实也是头前的物件，也是强调头前的动词。你要去拎不？你要去拎一杯不？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它是强调前面的东西，后面才会特地把它变成轻。对，另外一个就是有那个常常看到的什么什么丢，动词加丢，这有点像是新黑老师在讲的物件啊。而这个就是也比较特别，常常会出现的听下丢，看丢是看中，看中。看到，但是看到是我看到了，看到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说都是轻声调的话，一是注重头前的那个动作，它是注重前面那个动作，后面就没有。如果你没有的话，它其实是注重后面的那个词。拎一杯，它其实是说你只能一杯嘛，一杯是重点。看到的掉，它是重点，就是我看中了这个东西，它是那个物体。我不是我不是咧跟你讲我已经看过这个重点，我不是咧强调这个动作，我不是在强调这个动作。但如果有轻声调的话，它是在强调前面的东西。比如讲走人加走人，它是强调走那个词。走人有超多，我跟你讲，你们到这么喜欢听黄的。走廊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走廊还有一个走就是梅普的那个凑对，走廊还有就是啪啪啪的意思，它也一样是强调前面那个坐的意思，它不是在强调廊。那是公你是讲走廊这两个词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轻声调的时候，你是在强调后面那个廊，走廊，走廊在实在是强调那个廊的个性嘛，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嘛，对。虽然是轻下调出很，它都是在强调前面的动词，这样它不会是强调后面的东西。拎淡薄，对，有嘞，淡薄啊，这个就说小小的一点点，淡薄啊，真正是一点点。拎淡薄。然后我想到骂三字经的语气也是不同的意思，有吗？有吗？我好像没有特别强调，可能是我很少骂台语脏话。对我刚刚。我真的是老啊！我最近就一直觉得有一种，我一直觉得我好像真的很老的感觉。你等下我面头前讲你老啊，你这要神啊！你这个囡仔，你哪有可能老啦？你就少年的好不？什么？没有，他完全不否认，就是他已经可是有时候真的觉得，可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老了，就是最近有淡薄仔就会想讲，骂脏话好没有意义哦，然后我就不骂啊。我最近就已经用心袂讲垃圾我的关系，我想完蛋了，我已经没有那个屁孩的感觉。可是虽然我骂人还是很凶，可是就到时候就已经学会就事论事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对我自己很失望。重点是你会不啦，因为然后我刚刚回了什么？没有啊，我说你等下我面头前讲你老啊，你这摆是什么情形？你18岁啊？调型哦，妈，今年8岁啊。你18岁？不啦，我8岁了。你18岁啊？你不要检举我。你8岁啊？我8岁啊。对啊，你3岁啦。对啊，我有什么那个？我有什么错啊？你本来就18岁啊，我有说错吗？好啦，我今年8岁娘娘，可以吗？你欢喜姐，你表现得开心一点好不好？就人家夸你年轻点。有啊，我要用魔法回应魔法，你刚我来，好啊。你很爱计较你很爱计较，这是18岁女生就会讲，你18岁早跟人家讲，让你爱 gay 搞。不啦，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啊。我8岁啦。8岁那合理好吧？没有啊，我就是觉得，对啊，最给英给不是就事论事不好嘛，而是就你知道那个年纪已经到了，你已经不会就是伫咧特别时阵想到爱讲。大沙我呀，就是很难呢，就是这个代志就它就是一个比喻，你知道讲？就是你已经被为着一寡代志就生气啊，就是已经不会有那种对，就是凊彩就会就生气的这个状况。那你长大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刚刚有当时安尼嘛不好，因为你有当时若是对一寡物件。
你也有感觉，就是较细汉的时。少年的时阵，你可能对于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或是比较不正义的事情，或者是你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想要去多做一点事情的时候，愤怒其实是会驱动你，愤怒还有不甘心会去驱动你创作一些什么东西出来。但是那些讲大汉了有当时刚刚讲，迄就是安尼啊，就是我也比较，就情绪可能会比较稳定的时候，就是你点到诶。欠垮这些物件，你就会欠缺这一块东西。但是这就是有一好无两好，你知道吗？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可是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一直以来生气对我也蛮绝缘的，可是我还是会去做。就是说我今天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不见得是因为我生气了，我在意它，但是我不见得会去生气。情绪，有我刚刚不是情绪外显的生气，就是你可能是因为觉得内心会觉得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我在意了，可是我不见得会用生气去表达，对我还是会去做了。对。对，就那个会有那个情绪，但是那是你愈来愈大含料那个情绪的。我觉得我好多的用词可能不太精，没有很精准。我觉得那是一种情绪的感受力。我当时咧每到稍微的时阵，其实也是这样。对，要吃香菜这种事情，哇，要吃香菜这件事情是多伟大啊！拜托，好不好？伟大，超伟大，超伟大的。他是美啦，超好笑，什么意思啊？叫谁自己多伟大，我是死都不吃的啊！好，你唱嘛，你当我哦，你死都不吃是不是？来，现在我们那个香菜地狱马上开始，当我姐，香菜地狱，什么香菜地狱？好，为了你，我可以。你已经有那个香菜皮带蛋糕了，又没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香菜地狱，为你而生，当我姐，啥物件？你讲啥？无大啊。你我头都要发现迄个我们的那个简报没有让大家看那个拎几杯，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可以啊，等一下，我把它打出来。等一下，我发现那个什么东西，你先挖啦，等你啦。什么啦？不要啦！跟你共生共存，你好恶啊！我要扁你哦！好啦，多几个啦。而且为什么躺在我旁边是什么陪葬品哦？对，陪葬。我傻眼嘞！好啦，你讲多几个？我傻眼嘞！多几啊？10倍啊！10倍啊！轻下掉，按怎么写轻下掉？你伫咧写的时阵，你要安怎写出来？轻下掉就是两个海粉。就是拎后边就是动词后边加两个海粉，意思就是我已经轻声变调，轻声变调了后，伊的意思就完全不同，它的意思就会不一样，因为它的强调的东西就会不一样。伊其实它像一个文化，它比较像文法。那台语是一个最特别的语言，就是伊开始就是接受，因为我们就是细汉的时阵，台湾细汉的时阵呢，几百年前，我们跟很多的国家，那我家就这外国人不安诺嘛，就是包括我们吃的东西，其实都有很多文化的混合。对，所以台语后边嘛，也有一寡自然语言，也有一寡文化出现。它会有一些文化出现，它可能是受到欧洲的语系的影响。嘛有可能是受到一不轨的影响，就这嘛是最厉害的代志。哦哟，那个我不讲话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挡到我的脸啦。什么啦？没有啊，我打他了。你说香菜吗？不是啊，他不会挡到你的脸呐，他像在你的下面，不用担心。是安怎是我们这样是怎样？好吧，我现在说我不会生气，然后我不会讲脏话，然后我现在就要开始生气，是不是？啊！不生气的吴昕老师不是吴昕老师这样子吗？没有啊，没有啦。嗨粉它就是那个啦，那个叫什么？嗨粉就是那个连接号，香嗨粉安尼，我还不知道嗨粉要怎么。嗨粉要怎么还要怎么翻成华语啊？我熊不会记得。拎起拎，对。啊，跟我其他的我估计几个变调，我觉得你超级常用的，就是熊不会几连啊。其他的不规则变调，你就定用诶。譬如讲红色的红你的名那也红其实是比较轻的嘛，就是有一点对，冰昂，就一点点红。可是你的冰，哎呦，你的冰那昂啊，就超级红。对。这也跟比较级很像啊。
就是叠加。哦，烧，这烧的呢就是热的，烧其实是温的。大家知道吗？烧它其实是没有那么最后一页，好，最后一页的19页，就是烧它其实是没有那么烧，它就是温的。温温的。对，烧就是足滚的。我不知道哎，我就是烧就是就烧哎。对啊，它其实也有变调，你发现吗？修，修是第一调，然后变第7调，修，对，然后修变不规则的变调，超级不规则哎。对啊，对，还有跟我对，它其实中间那个对是不一样，一起包规则的变调。对，其实你自己嘛有自己的规则，它其实也有规则，但是我刚刚。今嘛也无需要加遐尔详细，就是先把我们刚刚的那一张13页的那个图记得就好。13页好哦，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猪猪看着他在的这张。这个其实是方便考试整理出来的东西啦，伊是方便考试。所以讲，伊才整理出来的，伊毋是讲一定要安尼记。上重要嘛是，我搁讲一个上重要嘛是定伫咧，因为今仔日这是台语课上尾一节，我们接下来就会开始有轻松的读书，安尼我会就是。再大家后一集开始熟悉台湾的一寡美食。大家刚才最近有一个新闻，跟大家小解一下。大家刚才遐读了若桥迄本册，就侪人咧看。还有一个叫做杨双子，杨双子伊是烟河人，得到对，他其实原本是台中人，然后他现在住永和。我常常看到他在街上买饮料，他跟我家住超近。对，你点点看到伊就对了。尼库库 ，Hello， 嘿，尼库老师伊拉下，嘿，他是就是伊最近得了一个最重要的奖，就一个世界最重要的奖叫做英国布克奖。英国布克奖大家听起来应该无啥物概念我又稍微讲一下，村上春树或者是石黑一郎这些人，他们都有得过布克奖。得到布克奖，后一部就是会使得诺贝尔文学奖。伊是亚洲的头一个嘛，是全台湾头一个。伊是伊的作品都一本得到这个英国布克奖，就是《台湾漫游录》。台湾漫游录内底伊是写啥物件？伊其实是查某囡仔甲查某囡仔谈恋爱的故事，但是伊就是这两个查某囡仔去台中食足侪台中的小食物，他就是小吃一直在吃的故事。但是伊内底还有一寡剧情是甲实名有关系，跟通敌有关系那个东西就是另外一个。但是因为今嘛这本册得奖了后，这本书得奖了之后，外国还有今嘛台湾人开始去讨论讲，就是台湾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小吃，就是不是你若是讲无住伫咧遐，就唔知影。譬如讲麻薏汤。就是麻薏汤，你们知道麻薏吗？我有听过，我没吃过呢，好吃吗？因为我本来是台中的客人，它是苦苦的，它就是一个菜汤这样，然后很香，我觉得你会喜欢对最近那个就也有人现在把它拿来做荤粿，我觉得我就该讲大概登去东西的，我是台中东市的客家人，对也是蛮好吃的。荤粿哦，下面蜜台吧，它其实不，它原本是那个手感变暗，我想不到，上次来怎么修掉？就是它就是那个啦。它其实算是一种，因为以前咱台中有在做那个菜，就是编那个草鞋。然后编草鞋的话是拿那个筋然后那个麻薏它是叶子。对，对啊，水梨也是那个台中人，它那个叶子我们就会拿来煮汤。对。反正就是那是一个台湾世界拢有这种，你是住伫咧遐才知影的美食。
得顺聪老师，我们下一次要看的，现在可以放最后一页了。可以我下次要看的那本书，伊就是去世界去就这所在咧小概讲，台湾有没有这些很特别的？比如说基隆就有很特别的小卷米粉，基隆的小卷米粉吃起来不太一样。然后万华有花枝羹啊，那芒嘎就会有那些花枝羹。默契会加咖啡，对，默契咖啡我知道，我有听过，但我还没有去喝过。默契咖啡，默契哦，默契，嘿，默契咖啡，对。然后购物迄个嘉义嘛有啊，嘉义也有他们比较特别。你有听过肉小吧吗？你有听过卤熟肉吗？肉小那很好吃。嘿，在大台湾无看过呢，你想回？我那06没有删掉，好笑。反正肉小吧是嘉义一种很类似欧北，就是我们说欧北菜，可是它不算，它吃起来就是不一样。然后伊就是固定伫咧下晡到宵夜的时段，它会卖，然后全台湾就只有一间，对，它就是猪的各部位，然后还有很多那个嘉义才独有的料，这样听了好饿哦，要死！哎呀，我都就要我中昼还没吃呢。你中昼还没吃？其实我嘛无吃。因为我早顿吃伤饱。哎呀，对啊，哎呀，对啊，反正就是无啊，我想要讲你这摆面头前就有盐水会当食。我才不要嘞！我才不要嘞！生气了。OK， 来，所以就是咱后礼拜呢，会开始看陈顺聪老师的册。对。啊，还有迄个，大家应该知影，迄个嘉义的凉面也不一样。嘉义凉面是用阳春面，啊加迄个白醋。嘿，对，我也听过。他们的也对，那也不是美乃滋，那好像就是白醋。白醋比麻油内子较酸淡薄，较低淡薄。无食过，后摆去食看卖呀。好，然后我们之后后礼拜就会使请大家炸一寡物件来食，我们可以就是带一些东西来吃，这样。不会巴肚就枵的哦。对啊，就是带一些东西来吃，然后让大家认识这个作品啊。若是有兴趣，大家会使就是嘛是会使去迄个。替陈顺聪老师旁丢一个，他真的就是世界家，伊是一个，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诗人。我有时候想请问一个，那是我买这本册就是电子书嘛，它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直接摊在这个配信，然后给大家看吗？还是说不行？应该是部分。我之前有稍微问过陈顺聪老师，他是部分可以摊开，但是我们可以去抓一些照片给大家看，就是咱会讲到的一寡物件。好，没问题。有嘛是会使甲大家讲一寡面线，就大家知影金门的蚵仔面线，甲台湾蚵仔面线是无共款。是安怎无共款？金门的面线，一个是白的，一个是红的。我们现在吃到的是红的啊，我们台湾的是红面线啊。对，就是红色的，这是鸡丝面。可是白色跟红色我拢有吃过呢，所以到底是多几种？因为金门有很多来台湾的人，在中和就有很多金门的那个。若是讲你看到的是白米线，他就是金门人。他可能就是家里有金门人。而且金门的蚵仔跟台湾家的蚵仔嘛无共款，比较小。它比较小，比较 Q。白是蚵仔，无共款。好神奇哦。对啊，很有趣吧？对啊，就是有一寡物件，我觉得很特别啦。我刚刚就特别，所以讲想要甲大家小解这本册，嘛是希望大家就是会使用更加轻松的代志去像台语的创作，包括日本相识，包括咱要看的，就是台湾加速风那个物件。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喜欢的。对啊，真的。而且我看了一下今天啊，哇，真的完完全全真的是我们人类为了让嘴巴方便，真的是台语系的音变呢，好神奇哦。有啊，我来台语变调，嘿啊，嘿，而且你已经都学完嘞。那你刚刚你就厉害，我基本你已经全部都学完嘞，你好棒哦！没有老师，可是已经2个月，我们学2个月，然后没有哦，现在已经3个月了。
3个月啊吼，你就厉害呢，完蛋了！我如果姐弟再考很厉害啊不过，我是不是要打屁股了？老师，不用啦，你别好家己遐尔啊济压力啊。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讲过了，就是我刚刚这个物件，伊就是它就是你要学开量，你这个开量学晓了后，你对其他语言就会恐惧。就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渐渐咧学语言啊，我家己嘛有这个经验，就是我发现台湾人很怕学新的语言，尤其是在你已经不要磨我哦，那个酸菜，你话还拿，我要发疯哎！好啦，你继续讲。我刚刚那是因为在想事情，然后一抬头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我快要气死了。天然香水，好啦，拍谁啊？你继续讲。好臭，很香啊！会议就是安尼，我们是，反正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就是学一个概量，就是我以前在学其他语言的时阵，就算讲我家己刚刚我学语言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很害怕。然后我们等一下大概刚刚有这个，就是会有这个，就会有这个，那个感觉是我要去学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我不知道的语言的时候，我反而是会觉得头一个我学袂晓，第二个就是我会惊遐。而且我刚刚是跟我自己经过的历史有关系，这跟我们经历的某些历史，然后还有我们的教育是很有关系，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逃出华语独尊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对，电脑会变做咱行起码大家拢感觉最重要的英文，其实我们也没有说真的学得很好，但是。讲实在，我刚刚这个社会已经有在改变了啦，就是比我们还要小几届，将1、2岁、5岁囡仔，他们现在的英文也学得很好了嘛。但是我们自己呢，有来去学这个空气的时阵，其实我刚刚转来去咱的国家语言时阵，它可以有很多的解答，所以我就刚刚讲，俺这顿台语课，你无一定爱就会晓这寡物件，你无一定爱起码。咱这个系列就是文法声调的部分全部上完了，那你就要真的很会。但是我刚刚也在觉察这个情绪跟下次去学其他语言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没有那个障碍。我觉得刚刚这把戏就丢掉。谢谢吴昕老师啦。不过安尼我想想起来，吴昕老师有分享过，你有读过日语嘛？有学过嘛？吼。日文有啊，我就学到5段动词。5段动词，你当中有什么推性了？就是推，就是可能这个动词要变成推的时候，那个归类在哪里？对，我现在忘记了。什么你什么的，我也忘记啦。因为我刚刚想那样，这种东西就是很精悍的讲，你若是新虎逼，那无人甲你讲的时阵，你就会忘记。不管怎么学都是这样。因为我这摆想想起来，这个音变的是我迄当中的。这个动词要变成推形的时阵，就是日文他们动词就可能后面有一个原形动词，后面你要变成推形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呢，我才突然想起来，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让嘴巴方便的音变。是安怎呢？因为举一个例子，如果是游玩的日文原型叫做 asobu。阿索布啊，对，阿索布口多搜索。可是你要变成推的话，就变阿松德的。那为什么它会变成再加上一个推？其实之后有一个日文教授，他直接跟我讲说，只是为了我们日本人方便，那个其实就只是因为好念。对，所以有一些阿松德的，就中间会变成说，它就是衔接，并不是促音，也不是一。他就是用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音发出来很方便。那另外一个还有タタク好了，タタク这个就是拍的意思嘛，那它变成推的话，哒哒一跌就变成说中间会变成一个一，那为什么中间是一？也是因为他们觉得方便，就是这样子。有啊，对，就是你看现在其他的就是其他语言嘛，我就这类瓜，它有很多例外跟很多的类型，有其实东西有的，所以大家其实不讲特别的困难。它只是声调的部分，这个很特别。但是你看日本的这些物件，音变的物件，它就是很特别。就是其他语言都不会。这个特别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语言的精神都有啦。对。你像你像咱伫咧台湾吼啊？你说什么？
我讲我今仔日嘛透过你知影足侪日文，我唔知影。无，我直接想起来了，因为原来真的是同一个类似的音变系统，而且咱伫咧台湾真就很好诶，因为要学台语真正就方便咧，对。起码就方便的啦，就是嘛是有人骂啊，但是我刚刚骂这些代志小可代志啦，只是我觉得没有很重要啦。但是我刚刚上重要的是有这个环境啊，就是你即马资源嘛就多，你看怎样虽然没台 AI 其实伊已经会晓讲那个啊，伊已经会晓讲。那叫啥？台语啊！哈，没台语要讲台语哦，超搞哦，这样搞哦，超搞！伊的正确程度足好诶，但是因为即马正应该有足侪，无论是阮咧做，就无论是迪卡，啊，有我咧做，啊，有阮落桥，有欧尼，一直咧做这个物件，无论是他们都一直在做这件事，因为一定要有 database 嘛。对啊，所以讲即马这个环境就好诶。对，我感觉其实这嘛毋那是讲台语啦，最近我甲一个就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朋友，开讲的时阵嘛，有讲到这个代志，我即马用华语讲，就是台湾的我们以前的言论自由的环境啊，跟我们现在的环境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以前是必须要在这些资源缺乏的情况之下，去自己探出一条路嘛，所以大家就会很珍惜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比较像是资讯很多，对，那还一切都需要大家的动力去找，对，变得比较像这样，因为 AI 就很方便，所以每年的台湾，当年的台湾其实跟去年，而且跟以前就是都会不一样，而且现在的速度又会改变，速度又会很快，对，所以不管是台语，不管是语言还是我们说的社会讨论的环境，它每年都会不一样的情况，对，然后我们都要学会去跟这个社会相处，所以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是你知道吗？在宣讲，突然讲一些很震惊的东西，但是感觉好像有 AI 之后，好像真的是这样。我觉得真的是趋势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特别最近，我是觉得真的是看了，可能黄仁勋在就是也在跟小朋友讲说 AI 也要讲台语嘛，还有一些最近他做的那个 AI 影片，我看的也好感动哦，他居然把林强的用真给他放进去对啊，就是有很多东西是这样，就是没有，就也是要这样讲啊。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被大家，我自己做下来，我的感想是，你刚刚今嘛你学这个物件，是讲无人甲你支持，那你上重要就是头一个你会使等时机，第二个是你看到其他人咧甲你做同款代志的时阵，你就要大声甲伊応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就是这种回馈是需要的。我们同款需要大家讲开讲，我们需要大家在下面留言，我们需要大家伫咧下骹甲阮起赞，去分享好，对，会介意阮的人，无论介意不介意，发表大家的意见。我嘛当然就是有时候会很不要脸说，请大家给我们抖内嘛，这东西会使去延续这个路线的这个过程。对，特别是有一寡台湾有当时有一寡题材，它的阻力是很大的，对，非常多。我即摆讲到这，我就一定想到我的作品，我知所以咱会记得6月25的时阵，一定要去応援一下，要好好的就是跟吴欣老师说，作品好棒哦，留在 CCC 下面之类的。没有，我们先说迪卡很棒，然后说大家我嘛巴多也要，下面最重要的朋友，我爸爸问会不会讲台语，难道什么意思？就屌朋友没有啦，我跟你讲啦，我的重要的朋友不是黄仁勋啦，我不认识他，我跟他同，但是若是讲你真正就想要怎样？哎呦，感谢他娃娃啦！感谢他娃，哎呦，爱你是我唯一的选择。没有啊，我们先讲这件事情，就是应该是讲，你们如果去看我的作品，看到最后，
应该就会知道是谁。我会把那个就是那位很重要的朋友写在后记里面。对，然后真正嘛是，今嘛就是开讲时间，但是你不是巴豆腰，我们就再前讲一下。巴豆就要对啊，还是我们先去吃饭了啦，就下次再讲，25号再去讲。我也很感谢我的编辑。好啦，你面头前有 N 水先加。不要啦，走开啊！不要，我不想理你。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解细节多谢啦，也很谢谢大家啦。就是伫这个上尾一个台语教学台的时阵，会使拄到大家嘛，足侪人咧来家看阮讲台语，我觉得很开心。无啦，吴先老师较辛苦，因为伊要教我学台语以外，搁要做工课，搁要画漫画，有无吼？一定爱盘下嘴的。谢谢吴先老师。我会伫遮点照顾诶，我会一直每天都在想要怎么。就是和大家拄到更较济互相糟蹋这样啊，互相做朋友，对啊，这是一个啊，互相糟蹋。然后另外一个是互相糟تع之外，还是会希望大家有更多有趣的东西出来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东西可以玩。感谢欧len，70块多也谢谢大家。对，真的很感谢。那么也是很希望有更多有趣的东西未来可以呈现给大家。有哦，我们接下来光是6月就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有没有吴贤老师？8月时阵嘛，就8月其实也。8月时阵，对，8月嘛有，对，哎呀，好啦，你嘛是邀啊，我嘛邀啊，咱今晚就去吃饭。我们现在来选今晚要降落在谁家？我已经选好了，我们去找樱花女神下落，好不好？耶！有那个比赛好不好？当然嘛是好咯。对啊，他是我们台 V 界公协孝良公协孝良是不是？AKB48，哇，我们去找他。公协孝良，那个老维嘛是该讲小水，可以。怎样？消，今晚去坐表灵机啊！但你要消妥，我打给大家，我怕大家打不出来。消妥，消碎，但你要。我来卡啦，卡紧啊！我之前推荐你那个台罗输入法嘛，等一下哦。对啊，台罗输入法应该是。才觉得我这个选字好慢哦，喜欢抓我被吹掉迄个消，等你哦。好啦，来，我打好了啊，大概也在复制贴上。我们起码开始坐培灵机，我们现在坐培灵机啊，税前就是那个免税服务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哦，我们切个片尾免税服务的啊，对哦，除了文化部爸爸赞助的这个150块回完，我们现在有那个竹尾背心，对，大家可以买，我好喜欢。对，就是那个竹泥的竹杯嘛是有。我们下方的那个资讯栏有我们咱谁的商品的竹杯有无吼，积极期待哦，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啊，还有迄个咱的专辑钓 V 的专辑，对，继续。嘿呀，可以在考虑看买，常扣看买。谢谢大家。我觉得经过这2-3个月，我其实台语真正有进步呢，老师有无？有啦，无你台语已经一直以来拢袂歹，今嘛是更较好。谢谢啦，谢谢老师陪伴我，就见你的这时间，谢谢哦。我还是会一直，我会继续，无讲愈来愈，一定爱有愈来愈好啦。一定爱。下面我的台语上赞。对，可是我们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继续互相糟蹋，安尼好不好？讲好不好？会使。好啦，所以对啊，你去加班。对啦，咱去讲到伫咧咱小的频道啦。それではまもなく小田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那么讲到伫咧咱小的频道了，请下好你安全带。请问吴贤老师，这个下好你安全带嘛是变调是不是？对，下好，是哦，是哦，来，也变调讲到最好诶，100分，来，大家拜拜，好啦，大家拜拜喽，拜拜，早笑乐喽，大家拜拜。好，无声结束了。有。